車出唔到去啊 Hello 各位，今日路段子，今日我決定俾個 surprise 我老公，因為最近生咗小朋友，我老公成日都想換一部大部啲嘅車，因為而家出街裝咗安全座椅，好多親戚朋友嚟咗我哋屋企就唔方便。正啊！呢部車空間又大正啊喂！中意咪買咯。買咩啊買？依家有嗰個仔又要屎片又要奶粉又要供書教學，邊有錢啊？等個仔大啲先算啦。你睇到啦，成日都嘈住話要買部大啲嘅車㗎。自從有咗 BB 之後，屋企裏邊嘅大小事務都係佢包晒，每個節假日儀式感都拉滿。所以我覺得送部車俾佢開心下都好。問咗好多朋友，做咗好多功課對比，朋友推薦我喺轉轉睇下二手車，佢話佢成個體驗感落嚟都幾好㗎。我都係抱住試下水嘅心態咋。我老公呢就中意咗 L6好耐㗎啦，空間大又舒服，睇下有冇現車先。李老闆你好。你好，你好。老闆你好啊，自我介紹一下，我是轉轉新能二手上門交付的工作人員，這是我工作證啊。今天由我協助咱檢驗並交付咱從轉轉 APP 上訂購的這台理想 L6 Pro。送車之前先遠程驗車，咱先看一下啊。我看一下內飾，挺新的。對，這台車是一個準新車的狀態，才幾千公里，像這些座椅上的這些細節，包括說整個門板上的這些細節，其實都保持得很不錯。整個車身有沒有那些什麼掉漆那些的？不會，因為你看咱這個車上是帶有隱形車衣的，看到沒有？哦，全車原版原漆帶車衣的狀態啊。哦，可以，那什麼時候可以送過來？我現在出發，大概2-3個小時左右到佛山。可以，那我們等一下見唄。Later。李老闆你好。好，老闆，自我介紹一下，我是轉轉新能二手上門交付的工作人員，這是我工作證啊。今天由我協助咱檢驗並交付咱從轉轉 APP 上訂購的這台理想 L6。是哦，我看你們這個車還挺新的。對，咱這台車目前為止才上牌時間不到1年，才行駛了幾千公里。咱可以將車檢查一下，整車狀態目前來講是原版原漆，零事故、零出現、零剐蹭、零划痕的。哇！對，咱可以根據這個手機上的體檢報告，咱驗一下車況，發現有什麼問題可以及時跟我溝通。你們是轉轉的板車，不是物流吧？對，我是轉轉新能二手上門交付的工作人員。還挺有意思的。等一下，我先拍個照，等一下我老公過來的話，你幫我演一下。OK，沒問題。老公，有人執住咗我哋部車出唔到去啊！喂，你又趕住出去嘅，快啲打電話叫佢移車啦！咁大部板車喺度阻住晒，識唔識停車啊啲人？點啊？聽唔聽電話啊？你打俾我做咩啊？送俾你嘅部車。送俾我嘅？真係㗎？送俾你嘅部車。送俾我嘅？喂，真係㗎？喂，快啲叫佢卸落嚟俾我玩！幾錢啊？買咗？又唔貴。呢個30幾歲嘅男人，此時此刻就好似一個細路。婚姻冇單方面嘅犧牲，只有互相遷就嘅軌跡；冇一廂情願嘅執着，只有心照不宣嘅堅定。喂，你做乜咁好死啊？送部車俾我？又唔貴，我俾咗首付啫，每個月供翻俾我啊！啱啱個師傅唔係話你俾咗全款咩？